我回来了。谁送的？我买的。哪儿买的？淮海路。你根本就不会买这些便宜货，告诉我谁送的？我跟你说的是我买的。邹杰是谁？这些都是他送的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还给我装！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，我还蒙在鼓里。你说邹杰是谁？邹杰他是我师傅，我们已经谈对象了。他人很好，很照顾我的。我本来打算这几天找个机会去告诉你。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那么不要脸？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？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。我做什么了？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。翅膀还没硬呢，就想飞了是不是？我哪儿对你不好了？你就那么着急想要找一个男人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，等把你玩腻了就把你甩了。妈，你怎么还是旧社会的思想观念啊？现在是新社会了，男女平等，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了，妇女能顶半边天呢。别跟我说这些，男女之间的事儿，什么时候都一样，吃亏的总是女人。更何况人家里根本就不同意你。我会让他们家同意我的。怎么同意？下跪还是磕头？你那么自轻自贱，就是不要脸。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？我谈对象了，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！高兴？你快把我给气死了！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人家家里为什么不同意我？还不是因为你？人家不同意你，跟我有屁关系？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连我爸是干什么都说不清楚，你让人家怎么看我？你知不知道，外面的人都说我是私生女。这样的话你都信？你以为我想相信啊？你今天告诉我，我爸是谁？小杰，今天干嘛了？厂里面这2天从闵行天海研究所请了几个专家给我们讲课，说是推行新技术。有专家来啊，得好好学啊。行，知道了。小杰啊，今天你妈去了你徒弟他们家，那姑娘他妈很明确的讲了，不希望你和她女儿在一起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那你问你妈。你徒弟他妈亲口跟我说的，态度可傲了，作风都是资产阶级的，根本瞧不起我们工人阶级。你觉得您说的话我能信吗？你觉得妈在撒谎啊？他都没有见过我，回头我自己去问他，行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和你们车间主任也谈过了，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你们2个在一起不合适。我谈恋爱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，您跟车间主任讲什么呀？你觉得是小，那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大事。组织在看，群众也在看。好好说。小杰，你们厂里领导很看好你，你很有前途。就是，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嘛。
您说这些根本都挨不着我，谈个恋爱怎么就叫胡来了呢？谈恋爱要分对象，看跟谁谈，还会毁了你前途的。我自己前途我自己做主。耶。妈，你坐到这儿干什么呀？你还那么年轻，哪里晓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？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不是儿戏。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还好，要是选错了，就会后悔一辈子。妈，你放心吧。邹杰是个好人，思想积极，要求进步。他还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党员呢，不会看错人的。就因为他是党员吗？那邹杰他是我们厂的骨干，还是我们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这能有错吗？听起来好像挺有前途的，可男人变得太快了，越有前途的男人变得越快。等他哪天变心了，他再有前途跟你有关系吗？选男人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能着急，慢慢选。你要是自己糊里糊涂的，毁的是你自己，听见吗？芝，听妈一句话，明天就跟邹杰断了吧。为什么呀？小芝，你从小到大，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？妈有没有拦过你？可在这件事情上，妈不能依你，跟他断了吧？啊？我不。我是在替你着急，你为什么不明白呢？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急。那就滚出去！滚就滚！我早就在这个家里待够了。你跟我有仇吗？我是不是你妈？我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孩子给他吃的，都不会像你这样对我。想走是吗？那就走吧，剩我一个人好了。热死了！婆，哎，看见小芝了吗？我看他被主任叫走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谢谢。哎，张叔，啊，帮我把那点活干了，谢了。邹杰啊，哎，厂长，和那个闵行电焊研究所的专家们沟通怎么样？还挺好的。他们确实业务能力特别强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。这光实践可不行，理论不和实践相结合，那最终就是一头重一头轻。我建议你们啊，你们几个技术员呢，组成一个小组，是吧？搞那么一个报告，然后呢，再找个时间跟大家传达一下。这样一来呢，人家专家走了，咱们也不怕。哎，你说对吧？哦，对了，你跟我来一下。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，你一直在纠缠邹杰，啊，你还跑到他家里
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。主任，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。你先别急啊。本来呢，厂内职工个人生活上的事情，我们做领导的是不想过问的。那他爸爸说的不是对的。你听我说，啊，你在厂里的表现很优秀，邹杰他爸爸说什么我都能相信吗？关键不在这儿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他父亲问我为什么和你一起来的同学都转成了正式工，而你却没有。他们还问我你的出身。苏轼同志，你好好想一想啊，为什么你在厂子里的表现那么出色，而每次转正的名单上却没有你呢？为什么厂子里有些人在说你的闲话？为什么邹杰他们家不同意你？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呀。啊，他们都是认为是你的出身问题，你不能光凭嘴上说你父亲没有问题，那是不够的。啊，还得让你母亲去把能证明你父亲的身份的材料给找出来，那才行。啊，让你母亲找个材料就那么难吗？你要把这个包袱背到什么时候啊？小志啊，你要是和你师傅真心处对象的话，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，啊，这样我们组织上才能帮你一个忙，啊，否则谁也说不上话。要是你父亲真有问题，那邹杰他们家反对你们在一起的理由那就成立了。你们要是走到一起，那对邹杰的影响是很大的呀。啊，你也知道，你师傅现在是咱们厂重点培养对象，啊，你可不能拉了他后腿了。主任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邹姐，我们分手吧。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分手啊？我配不上你，不能影响你的前途。主任今天跟你讲什么？啊？你妈去过我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她说了。你爸还到厂里找了车间主任，说我破坏了你们家给你安排的相亲活动。明天我上班之后，我亲自去找主任，我跟他讲清楚。不用了，我不能给你家里造成矛盾，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前途。小志，我们不是已经都说好了吗？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会一起闯过这道坎的。再说，这跟我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我以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
这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恐怕我们是顶不住的。你得有信心，小芝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，我一定会说服我的父母的。你要是说服不了呢？小杰，我不能拖累你。主任说的对，因为我的出身，即便是我们在一起，别人也会用有色眼镜看我们，我们是不会幸福的。我管别人怎么看呢？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。可是我在乎，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。小杰，我喜欢你，可是我更想平等的跟你交往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让我承受不该承受的？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要用我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证明，看待一个人不需要通过他的家庭和他的出生。芝，你怎么了，芝？你说话呀，怎么了？跟师傅分手了？那行，你就哭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，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。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，啊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再哭就哭坏身子了。为男人哭坏身子最不值了。我觉得分手未必是一件坏事儿。妈，你希望我好吗？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妈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。你跟我进来。我求你了，你把我爸的说明材料写出来吧。如果你不说清楚我爸是谁，我就永远都抬不起头，转不了正式工，也谈不了恋爱。
你不知道，以前我再难都可以撑着，可是我现在真的撑不了了，我真的撑不了了。你不是希望我好，希望我幸福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我长这么大，从来都没有求过你，妈，我就求你这一次，你就把我爸的材料给写出来吧。哥，吃饭了。小杰，你跟我们置气干嘛呢？饭都不吃，一天在厂里干活多累啊，不吃饭没力气的啊。我不。急死人了！我和你爸都是为了你好，我们家就指着你长脸了。你们要真的为我好，就同意我跟小芝的事情。妈，一个家庭妇女都有觉悟，你们厂那么培养你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咱们家红三代不能娶一个出身不好的儿媳妇儿。你还没看到他妈妈呢，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姘头。你讲话留点口德行不行啊？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。那个陈大妈来说过了，那个小雨也不行了，都是你徒弟闹的。我今天跟他好说歹说，他说了，再给你介绍一个。不是妈，您就别瞎折腾了，行不行啊？小杰，妈跟你说，什么事都可以商量，这件事就是没得商量。
别逼我！你别逼我！我不做，我不做！别逼我！我有话跟你说。问你，你真的就这么打算放弃咱俩的关系啊？说话呀！周姐，你别逼我了。我还能怎么做呢？周姐，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放手！主任，厂长，放手！我知道，因为小芝的家庭出身，所以我的父母不赞成我们两个人谈恋爱。我父亲甚至来到过厂里，希望领导可以阻止我们两个人继续交往。我也知道，小芝到今天都没有转正。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，但是，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。小芝同志平时的表现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他绝对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。厂长、主任，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事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提倡自由恋爱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。革旧封建的命。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宣布，我跟苏芝，我们两个人就是自由恋爱。我还向毛主席保证，我们要一帮一，一对红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，都要跟他在一起。我说完了。说了，我绝对不会放。周姐，啊，还是有点担心，要不1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小芝，
这可是咱俩人生大事。如果你还需要时间，我要认真考虑对象方面。小苏，祝你幸福啊！谢谢。我就等你，但我绝对不会变。我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是担心你家里那边不好交代。我们家的事儿你担心什么呀？我担心就行了。我妈那一关肯定是不好过的。那不都因为我妈吗？跑你们家去闹？哎，肯定我妈也有问题，你不了解她。我们俩去公园吧，我跟你好好说说我妈。行，走。你讲的是真的啊？看来我们要面临的事情还挺多的。我是不是犯了冒进的错误？周杰，我想嫁给你，我们结婚不需要别人给我们做主。再说，你为了我，都做出了那么勇敢的表白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真的想好了。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可以克服。对，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承担。A的答，我接个福斯呢。发音都不准，听好了啊。A北扎，我去你 schools 呢？你记住了没有？真难，我音老是找不对。我跟你说了，不怕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，学好俄语很重要。咱们国家的建设都等着你们呢，我说对吧，爸？你哥说的对，什么事儿啊就怕认真二字，你可真的要好好向你哥学习啊！知道了，爸。吃饭没？走了，去买团了。吃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哎。爸妈，我也吃好了啊，我上回屋了。他爸，小杰最近好像没什么事儿了。年轻人嘛，疼来得快，睡得也快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怎么了？你帮我煮点醪糟呗，我想吃了。大晚上的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行，我给你做去啊。
你们两人结婚，双方父母都同意的吧？同意。他们要不同意的话，也不会把户口本给我们的。好，那现在你们可以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登记手续了。这男同志再往右坐一点，往右。哎，对，回来一点，好，靠近点，靠近点，好，太好了，看这，看这，笑一个，1、2、3。哎，这儿啊，我都送你到这儿了啊。你不上我们家坐一会儿啊？疯了吧？你妈看这怎么说呀？正好呀，我们就跟他挑明关系。真的假的？你逗我是吧？我妈去参加居委会的劳动了，这会儿估计不在家。你先上去看看。你到马路对面等着。走。进来。你妈真不在家啊？我妈真要在家，我还敢让你上来？哎，你妈不会突然回来吧？不会。你这个小姑娘，怎么随随便便带男人到家里来啊？啊？你做错了没有啊？嗯？哎，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。哎，我骗你呢。鞋都掉了，你心虚什么呀？害怕了吧？是不是？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妈讲咱俩的事情啊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你不会也想瞒着她吧？那我瞒着家里是因为迫不得已。你妈就你一个女儿，要是你也瞒着她的话，她心里得多难受。我知道。干嘛呀？我们可还没领证呢。不是，这厂里介绍信都开了，就结婚登记处的人没上班，已经合法了。那也不行。那去我房间吧。又怎么了？哎呀，气死！啊！妈回来了，真回来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赶快走啊！李大姐，出去啊！不行，上去，他回来了，快！
吃。